She got enough, open the well. Matu body, yeah. Shut it, shut it.啊，无就停车啦。怎停车？OK 咧，小看路吼，无要紧。哎，哎，老兄弟啊！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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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底呢呀！哇，我一人坐车头，真可怜啊！足孤单的啊，啦。孤单。等你等遮久啊，等下要困去咧。我换你找车头伫对啦，歹势。真久无看诶。等你节目听起来10元，咱毋捌做伙做事过啊。容易呢，你这。听讲你讲开节目啊，这节目我是要去领导写上，写婚书。哎，我真写婚书你捌听过？写婚书是义南腔，唔那是讲写婚夫尔啦，是灵魂完了，互你写情哦，来我一摆治疗，互你紧好袂搁拖。来我治拢好，来我。唔知影讲你台语讲了遮好呢？诶，咱两个拢外省的，外省就外省，莫卡一个死啦。不是，家己会当讲家己啦，家己我紧啦。啦。啊，我本来是讲哦，嘛要，因为总讲你来今仔是来这所，要甲人洗身躯的嘛。啊，但是我有熟悉一个吼，因厝的政府。但是哦，人伊即摆你是人哦，较无用。我无用。啊，咱嘛是讲啊，毋是啊，再来去甲责做一个啦。安尼啦吼。啊，即摆吼，可能是你看哦，这个天气嘛袂歹。安尼你讲天气袂歹？天气袂歹，点点啊小雨啦。靠有迄款气氛啦，哎对啦，龙湾的气氛啦，系啊，无就咱夹一支小雨伞，哦，哪行哪踅安尼。你若袂感觉碍叫，我是无要紧。我是袂啦，我即摆条拢放了最好，袂碍叫啊。碍叫人知。安尼啦，比方你要带我来迄个你的朋友迄个圣葡萄遐地方，嘿对。啊，我才带你来附近吼，才踅踅佚佗佗。你行就吐动。行，吐动下，来，我是。我讲，一般是吼，无可能讲一个少年仔安尼徛喺路中安尼。但是这人必有缘故，来算看出来过。这少年家可能对这个所在哦真有感情。哟，我迄相机伫翕呢。就咱后壁有写字，原传故事。你首长。王哥，赖你首长，来，专工来搞你食菜啊！欢迎，来到阮遮原传。啊，你拄下咧摕这个相机咧翕啥？我有当时拢爱做一个记录啦。记录啥物？啊，阮有当时爱带迄个游客来遮咧做导览。哦。介绍家己的社区好。有。啊，你这协会叫做啥物名？伊叫做原传社区协会啊。哦。啊，这你成立未哦？毋是啦，迄有几啊年呢？我是第6任的。哦。啊，阮遮拢剩一寡阿公阿嬷呢啊。多少？哎啊，啊你嘛是爱互遮阿公阿嬷生活会使过得较舒适的吼。安尼这条铁轨路偌久会来一班火车？差不多1点钟到1点半钟会来一班。是观光客较济，还是咱在地人较济？观光客对无？对。对啊，听讲这个原传车头有无？伊古早时代有无？真侪咱这个台湾人掠去南洋做军夫啊，听讲。
有这代志。一期拢无回啦，这一伫车头食着无。这就是遮阿公阿嬷有当写历史的心声的故事。嘿啦，啊有当写到即个车头都靠一寡悲欢离合的故事伫遮。嘿啊，啊无我今仔带你来行行。咱四个行行，好无？啊，将阮遮在地故事讲互恁听。安尼好无？你甲看哦，咱拄啊徛喺路遮久哦，含咱你说拢一台车拢无安全啦，安全啦。我讲第一咱第一台北吼，足罕你看到天气咯，我感觉足亲切的，啊，会叮叮叮叮叮安尼哦。啊，这就是阮社区的较早的老街啦。啊，你即摆看无啥人对无？嘿，较早吼，50年以前吼，这是人客人的，有甲5、6千人。即摆6、700岁，你看这拢是老。即摆厝内拢是老伙仔啦。少年仔拢出去拍拼去。对。啊，过年过节可能才会回来。伊遮伊阮厝敢若是当初留落来的。嘿，这有诶讲是日本时代。哦，一直老倒落来。啊，真诶哦。嘿，啊像你来看这较早落老这。你原来是遮在地人。我遮在地啊。啊，你是安怎讲？外口拍拼几啊年，搁倒来恁的社区咧。系啊。讲起来有个当时较心酸一个啦。安怎讲？嘿，因为是大人拢会老嘛。是啊。对无？才去甲内山，我拢讲内山。内山。嘿。哦，内山就是为啥去啦？内山高牛。内山高牛。啊，来到遮，我要介绍你一丛树啊。这丛树啊，有300年的历史。对，就是这丛大野树。哟，这丛哦，有超6、7层楼高。哇，哎，哎，这徛家本地就伫遮，是树仔先来遮。树仔先的，伊300年啊。树仔先来。哎，树仔先搞的哦。啊，厝才起嘅。啊，这丛树仔甲阮遮有一条水圳有关系，这条水圳叫做八宝圳。八宝圳。嘿，这丛树吼，传说中吼，较早就是有一个老先生。哟。啊，教阮做一个物件。做啥物？咱等下嘛看会到。嘿，啊，就是伫遮做，啊，这个物件帮这条水圳八宝圳。从落水溪水引入成功。哦，安尼。哦，这有故事的呢。哎，即嘛，这若时间若到，佫会发山影吗？会啊，真的哦。会啊，嘛是照常有，我那会食鸡安尼。哎呦，照这阿公阿嬷拢会为迄因的阳台无？哟。为遐咧卡阿公阿嬷即马爬树啊，爬去树迄顶安尼搬山啊落来。才有一间柑仔店哦。哎呦，柑仔店，这丛树是因兜下呢？毋是因兜下，这是公大家下，大家下。邮政代办所。哦，对。这是有。你知影啥物叫邮政代办所？以前我感觉是敢若架批的所在，是不是？对。而且吼，依照我咧想象，应该是安尼啦。有的人较毋捌字，啊，可能这个所在吼，倒写诶，倒写，啊，佮大家倒行，是毋这意思？这嘛是。哦。啊，另外是方便这个所在要架批。啊。嘿，啊，遮着咱即摆叫做啥？即摆咱的便利商店，毋是拢有咧？对，快递的。嘿，啊，这个较早的快递。哦。嘿，古早味呢。哇，阿嬷得咧，来，阿嬷你好。来。哇，阿嬷食饱未？哎，啊，我讲恁遮即个柑仔店，伫遮差不多徛几年啊？敢若我都65年。敢若你都65年啊你？哇！啊你今年都66岁。我毋是哦，啊你今年几岁？我年纪啊，25年。20哦，安尼25年的啦。要90岁啊？要90啊？90啊？阿妈，因讲咧讲你迄外口的牌啊是咧吊迄是啥物啦？我话咧架皮迄啊，较早食咧架皮。半熟。哎。啊，都人来寄信啊。哦，寄伫你遮？哎，阮甲集个，啊再送回车。哦。人因遮去车头摕。哟，安尼哦。伊咧收批啦。收批啦。哎，阮遮有要寄批，拢会来。拢收批，或者是寄批，拢伫你遮的对。啊，伊遮拢爱去啊打迄个邮票啦。哎，邮票啦。啊，恁来当初是咱想要踮咧即个所在，甲大家安尼服务。迄阵啊，我21岁。21岁。嘿，都来讲，以后恁的囝嘛会用食即个头咯。哟。爱换日出啊，爱做报表。哟。因遮就算阮即个砖头。刚服务啦。一个柑仔店嘛，啊，柑仔店都一个砖头中心啊，啊有大家都来，嘿，啊，你若要买物件啥，啊，顺续我要寄批，嘿，你寄批的时阵说，啊，加两盒亲一个，对，豆油罐两罐啊，安尼咯，较油拢大，嘿啦，大个，称斤的啦，啊，即摆若要看到即款的型的，即个柑仔店较少啊啦。
啊，理事长，咱即摆来到这个所在，就是你要带阮来看这个原泉故事屋啦。我要带你来看一间老厝的前世今生。你什么意思？来，咱来看嘛，伊的前世就是啥？原泉文具行。伫遮啦。笔的啊，还是阮文具的哦。啊，即摆无咧卖啊了吧？无啊啦。嘿，都无咧卖，等者有一个故事啊讲哦啊，即摆已经变到阮的原故事屋泉故事屋。哦，这间真侪故事的款哦。有一个正妈妈，因为阮遮有2间学校，一间二水国中，一间原泉国小。啊，遮的学生囡仔要买一个文具，拢要走到3-4公里。啊，你若看50-60年前，3-4公里对因来讲足远的呢。对啊。所以即个郑妈妈吼，知影讲遮的囡仔要读册要用啥文具，爱用着。嘿，所以伫遮就开一间文具行。哦。啊，每工伊拢开到10点。啊，你知影啥开到10点无？因为咱有当时啊学生囡仔吼，日时拢爱佚佗无，暗时较来写功课无。哦，啊写功课的时阵较知影讲啊，无明仔无水啊，无水啊。哎，啊是讲明仔啊，老师讲爱炸啥，无，袂记你啊。哎，啊炸菜今朝去买。哦，配条伊拢开到10点，哦，啊10点就好遮，有当时啊，遮囡仔也要买需要遮文具，就会来甲遮。啊，所以当初那开文具行的原因就是安尼。对，啊，但是伊12年前过身的，过身。嘛真感谢伊讲为对遮的贡献啦。是啊，伊过身了后，就是即个铁门关下。啊，你知影这就是阮遮在地生活基地。是，足侪人的生活基地啊，伊拢会放一罐糖啊，文具行哪会咧卖糖啊？是要嘿啊。嘿啊，其实较早要食一个糖啊，足困难的。足困难，所以就放一个糖啊吼。阮就会趁伊无注意的时阵贴一条吧。嘿，啊，其实伊拢看会到啦，伊拢知影啦。哦，准拄好就对。嘿，啊，伊就知影阮无糖啊他食啊，阮这善良人无糖啊他食。其实他很佛心，很照顾阮遮。那叫好吼。所以阮就延续落，变到阮的原泉的讲故事的所在。有。啊，这就是阮的不老店长。你这高兴啊！欢喜啦吼。对啊。啊，你嘛是逐工来遮安尼店内面看卖安尼嘛？阮有10个不老店长，10个阿公阿妈，啊一工轮流。有。哦，叫白班就对啦。啊，你今日对一班？可能是1点至5点的哦。哦。因为5点当去爱煮饭啊。4点半啦。4点半呀。洗菜洗到来。哦，对，不然你刷袂记爱洗菜。爱传了啦。咱不老店长吼，拢伫遮，伊拢会给咱讲故事互大家听。有。在地故事，你看伊这叫啥？最佳导览。哦。阮就是玉记啊。每一个店长，每一个不老店长拢有家己的故事。啊，了解。伫遮生活过故事，还是讲伊会晓啥物做啥物物件。做心情。人的故事。哎，对，你嘛是感觉看到你足欢喜的。谢谢你。来到遮吼，毋是干那阮这不老店长，包括这栋厝你也看卖。哦，这真古早时代建筑。你看厝顶这迄当初我毋知影厝顶迄个天棚拍开啦，较知影讲这是德国，有德国，啊嘛有3万块啊。对，迄当咧抽起来吼，迄个后起就换3块的，吼，啊所以这个年会，阮若安尼算起来，差不多要到80岁。有，一间要80岁。啊，所以阮就从这个所在来改装了后吼，啊，互遮囡仔来到遮嘛，使看到讲啊，较早的厝就是安尼，啊，都听不老店长咱来讲在地故事，啊。就是因为安尼，阮就希望将这个精神，永永远远啊延续落来，互大家知影。阮若遮毋若是讲有老的物件，嘛有少年的物件，啊嘛有乐团的物件，来看卖啊。阮遮有一个乐团叫做农村武装青年。哦，农村武装。嘿，啊，因为这个乐团哦，介有阮这个所在，啊，所以伊就伊来甲遮带一个。三合院，家己去做一个三合院。伊本来毋是遮的人，伊毋是遮的人。啊，就要来到遮，介意这所在，看介意这所在，怎踮伫遮做一遮，哦，做曲啊，做音乐啊，拢伫遮。对。啊，咱今仔日有时间，应该是有个。你讲有可能会拄到因就对啦。那有可能会拄到。因可能会遮练团啊，遮那对，差不多拢会固定来社区遮唱歌，阿嬷听，阿公阿嬷听。真好呢！啊，你这嘛算真精彩呢。生活真精彩。有少年呢。对啊。谢谢你。
这就是咱的八宝圳啊。有听到声吼？这大声哦，哦来，哎，这有一寡网友讲，这叫做啥？这叫做平原上的瀑布啦。对哦。你看这水声这大声，嗯，你知影这水爱送到倒位去无？这送到倒位去哦？二水啊，二水，是不是呢？咱去二水好无？二这水要送到鹿港。啊，对啊，现是要鹿港啊，哦，要鹿港啦，嘿啦。 36公里的鹿港。啊，这个水是源头是对落水溪，落水溪遐来的。哎，落哦，水溪想袂到讲落水溪的溪水来到这搁遮落啦。我真想袂到，你看到？我是讲，哎，水内遮落，原来是为落水溪来。所以讲叫落水溪是有原因的啦。原来对不？原来啊，咱看这水遮落哦，啊这水内底吼，足侪矿物质，啊，那叫啥？氮磷钾哩。哦，氮磷钾。氮磷钾以上，氮磷钾微料。微料。哦但是什么乌泥蚕啊？乌泥蚕这是咪这个乌泥蚕是这个意思，不是吗？是，就是这个水去阴的蚕。哦，叫乌泥蚕对吧？你嘛。看这是乌色的嘛，有有有啊蚕的，乌阴落的蚕的土肉就变乌色，他们就做肥的。足肥的。因蚕用的水就是遮的，对啊啊，遮敢有可能有鱼啊？鱼啊！敢有可能鱼啊，若好起来，落就落的，嘿，乌鱼啊。阮较早吼，咱可能吼这，尤其是像咱即款冬天的时嘿阵，水较少的时阵，嘿，阮拢会去个溪底去掠鳝鱼，掠有鳝鱼真有鳝鱼，有掠毛虾，摸鱼，毛虾啊，，我啥？哎，啊，都有一寡迄个乌龟啊，啥迄拢有。看袂出啊，来。有龟壳啊无？有啊，迄拢龟壳嘛有哦。我们山顶才有诶。哎，龟壳这嘛有这。嘛有，这嘛有，哎，哦啊，所以这较早就是阮咧耍的所在。来，咱都该继续行行。哦行啊行啊这应该是八宝圳的圳头，就是这条。八宝圳对不？底下嘛。对。啊，我看头前叫做什么二水国际泡水节嘛，是叫安尼讲。阮这是讲走水站，走水啦这我要带恁讲一个这个故事。嘿每一条水圳其实拢有一个神，神咱讲水神啊，是讲哦河神。对对对，我听过。嘿，啊，看到这条水圳咧，这个河神的时阵，是用生人活气。哎，那安尼。哎，哎，较早几啊百年前的代志哦，几啊百年前啊，过世的伊的意思就是讲，你今仔日吼手爱捧神咧，要走水迄个人，手爱捧神咧穿脏水，啊骹踏草鞋。哦。诶，啊，就为上面顶迄个水门把它拍好开，啊，你也走会过，走会过讲加州旁，啊，走袂过就四地旁，啊，意思就是讲走会过你就后一半年对真好，嘿，啊，走袂过咱就用伊做祭祀的方这无啊啦，这无啊，即摆改做走水清水活动。当初要从落水溪水引入来这条水圳，迄是相当的困难的。哦，伫300年前足困难。现在搞的。嘿，迄当中啊，都有一个老先生，伊有发明一个物件。是哦。迄个物件，阮讲叫做蓝马壳，伊国语叫做龙仔膏，就是这个物件。即摆阮一个戏台顶才有哦，有。做者即摆底下做者。哦，这就是叫做蓝马狗，蓝马壳，蓝马狗，嘿蓝马这个狗啊，蓝马壳。啊，但是这是缩小版的。大鸡的啊，哎，大鸡的啊。要创啊？做什么咩？其实较早因为无乌木头嘛，因较早就种竹啊，吼，厝来了后绑做这个形状，啊内底剪石头，啊伊这个物件就是可以让水挖角的物件。哇，你看，了解，水拄着伊就挖角，消波块，那咱较早的消波块，是咩？古早的消波啊块，，消波块大家怎样讲？肉粽角，肉粽角，嘿，啊，肉粽角对，是这两个啦，水，肉粽角所以。讲，伊这是踩伫水遮大的所在。其实伊是倒猜对咧，伊是倒咧。你看哦，水为遮流过，拄着伊就为遮怪。老嘿，啊，佮较查一下，佮哪样佮冻掉的。对哦啊，这是什么人想的？这这搞？因为迄当时徐世邦都袂记咧问即个老先生啥物名。有。啊，你较紧去找老先生，哇，大家找，较发觉到伊有一双鞋啊，平常时伫咧山仔树骹咧教人做南仔个迄个穿的迄双鞋啊，放伫两丛树仔骹。哦。啊，放伫两丛树仔骹，啊，都找无人。双木就是啥物？双木林。系啊。啊，无咱就合作林神祠，好无？林神祠就安尼来。啊，阮是甚至了后都开一间庙叫林神祠庙。其实吼，即个庙内底伊毋是用伊的神像就对啦。啊，冇用呀。伊用一个
咱叫新猪白啊。哦，那有一句话叫做无功不受禄。是是是。哎，所以我们就来烘一个入味的对了。这边他听完了以后，走过来，然后就试试看。他就说大家这边可以站在这边。对，好一点。咱即马台南饭食，咱的李树丁。咱拄啊讲着这叫啥？你讲啥？南马果，南马果，果了尔。大家即马果做伙，各座位，果做伙，一场咧音乐会，两位青年，恁请到这个乐团，啊叫做农村的武装青年啊，为虾米呢？有我的时阵其实是受到迄个杨儒门的影响，就是百米炸弹客。了解。啊，这位是团员之一，团员哦，嘛是看手。看手啊，这叫做男才女貌啊，啦，夫强妇随啦。啊，恁这团是拢总敢若两个，还是搁有两个，嘛是阮的乐手啦。乐手啊，一个无用无来。一个伫台北，一个即马伫日本的佚佗。农村武装青年啊，这阿达吼，伊有帮阮社区写一条歌，这条歌甲拄定咱看南马果、八宝圳有关系。哟，其实我是家己翻到乐歌产之歌。乐歌产之歌，来乐歌产之歌的谱写鼓励起来。才有一群人，透早出门去巡田头，因暗时烧酒来跳舞，压杂心情放轻松。才有一条溪，流过秋冬又春夏，流过故乡辛苦的阿母。做实的迄双手，风微微，溪风吹来心花开，月光明。暗光照，陪阮到清境。阮是落水溪的囡仔。住伫北宝湾泉边头，你若有闲就来佚佗，烧酒来边头，游大嫂，做伙来哦，做伙来边头，游大嫂，阮才有尝到人情味的乐歌仔满歌。做伙来拼头，有大嫂，咱破目交陪免论输赢，欢喜就好。啦啦啦，啦啦啦，啦啦啦。泉边头，你若有闲就来佚佗，烧酒来边头，游大嫂，做伙来边头，游大嫂，
事业欢喜就好，做伙来拼头，有大事，阮才有尝到人间味，乐大满锅，做伙来拼头，有大事。好了的拢传出来，等你来佚佗。阮是落水溪的囡仔，住伫北保湾泉边仔头。你若有闲就来佚佗，烧酒来边仔头。多谢。哦，真有意边仔头就是阮较早完全的较早的地名。但这词写了真好呢，是像写的。我写的。你写的吗？你写的？是我感觉真有迄个味，迄个气口啦，迄个气口，尤其是欢迎你大家来佚佗。对。哦，有感动无？这个琴声，这个歌声，吼，咱听起来非常的好听。哦，真好，真顺心情拢好起来，对无？哎呀，啊，这意思。你的歌会叫咱的唱片公司，或者是讲去比赛，或者是讲参加咱的金曲奖，即款的拢有。金曲奖有，金曲奖有哦，有入围无？有入围，入围啊！哦，安尼嘛肯定啊，对无？安尼我再接再厉，继续做咧。就是咱对这土地吼，迄种感情吼，啊，用伊本身会晓的迄款技术，迄款音乐，甲迄个旋律吼，甲写出来。有大家感觉就讲这个土地用歌唱出来，嘛是才感动的。其实阮常常咧做一个巡回演出啦，阮过来想要去推广的是讲甲母语相关的物件。对，就是因为我家己唱台语歌，对，我一直咧推广讲会当大家像我甲阮囝是讲台语的。真好啊！好啊，恁囝即摆3岁啊4岁就晓讲台语啊，讲我做练灯的，好，感谢你呢。哎呀，去咱个台湾的母语真的啊，即摆少年啊，吼讲台语，讲你晓讲台语袂？我会听。啊，然后呢？嘿，无啊，无都对有对做无差的，对啊，啊，所以就想讲，我透过这个演唱的机会，去甲较侪人去讲，咱会当来讲咱的母语，而且会当去。在地，咱去组织一寡甲母语的迄个讲学团款的，共同学习对，学习安尼，对，要来推广这个代志。安尼真好，安尼我感觉讲会当推动咱这个在地的文化，对，尤其是推动咱台湾的文化，这非常的重要，对无？有的歌手吼，都是有的伊的特殊性，对。比如讲伊唱歌都有伊特殊性。哦，我感觉伊唱歌，就是爱伊来唱，对，较有这个。用咱你来唱，你唔晓记来，你去唱看咩？你真厉害，按唔唱好。我还晓去安尼，来，会使吗？哎呦，红哥跑唱过去。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，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。明天我要离开熟悉的地方，和你要分离，我眼泪就掉下去。嘿，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，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。太过分了，你串，你是没串，唱歌会串的哦。安怎？什么代志？你这样搞我扭去，扭去。到三江的时阵哦，我说会歹势，我足久无弹，我叫你救一下，我足歹势。无简单，我真正想弹。你甲看，老师随甲你学音呢。好厉害哦！我来拍唱歌就是。哎呀，咱拄则听到迄个六姑妈之歌对无？啊，无咱就来看迄个六姑阿妈的菜。啊，真正有这个六姑阿妈。哦，来看卖。咱来遐看卖。这即摆看起来
老师，这应该是一个观光的所在啊吧？啊对，你甲看，字拢写伫啊，乌泥地里啊，对无？阮主要是要互大家使来遮体验一下。对，安怎讲？嘿，因为即摆足侪人吼，嘿其实伫台湾吼，要看到乌色的田足少。少啦，少少。哎，这不出出呢？哦，哇，营养的哎，呢。种啥物得啥物呢？是啊，所以我毋只想讲，哎，互大家来体验一下。啊，这都规个拢是阮囡仔的迄个游戏场。啊，嘿，我的同学做到编草绳啊，像用迄款稻草有无？啊，编的草绳啊，编的啊，阮就伫遐咧扭大绳。你讲这边徛这边，那边那边，啊，你若讲大手那边人赢的话，就落去吃。哦，毋是哦，阮是伫内底咧扭哦。内底扭？嘿啊，较早伫水田安尼中咧扭啊。哦，我知。嘿，扭的时阵，若倒一堆失败，我咧拍一个拍个内底。对对。扭完了，规身躯拢落个毛啊！较早细汉就是安尼。啊，算毋知伫遮吃糜啊。是大人拢做无爱互囡仔去田里耍，因为水嘛，定下去有危险的部分。袂啦。啊，但是阮囡仔就是较个小吼，嘿对。啊，迄当阵啊，老爸老母拢互阮穿白色的内裤。对。啊，啥物人若是乌，我就知影。对，就你走去耍啊。其实来到遮，恁爱小可体验着这。爱小摸一下就对。来，你有感觉这鹿角嘛足油的？哦，足油的，真凉。甲咱的头发迄款，伊这敢若迄款面膜。系啊，写迄毛笔字的迄款墨呢。这鹿角嘛，甲人无共款。嘿，因为伊这是拢为合欢山遐落。合欢山遐落，冲刷的时阵是经过一个万年岩。万年岩，哎，就是乌色的。伊吼无迄个臭味，你知道？因为你吼有当迄个土味，有一个土味，一个臭味，这无，伊这无呢，这无，伊这就是土味啦。嘿。哎，这呐种花就适合的吼。差不多遐灌溉水就用这水啊，龙骨保存的水。喂吼，这吼伤肥啊！你若种蒲啊吼，变西瓜，你知？西瓜啊，种蒲啊变西瓜。伤营养啦，营养过多啦。啊，阮即摆就和大家来遮扭大绳，有一阵囡仔吼来遮耍的都变做情侣啊。叫踮遮结连理哦。所以阮迄当阵吼，我讲，哎，你若到第二届来吼，我做一个互你物件，互你纪念。啊，我就迄当阵就设计一个意向，啊，我就希望大家来到遮会使体验到咱这田园的风光啦，吼，是咱伫遮做遮。真好，真好。嘿，乌泥田呐，欢迎参观呢，欢迎参观，欢迎参观。你敢头一届来种哦？这对着这款乡村有无？头一摆听到遮尔啊沉重的故事。哟，拢是行过就走啊，有无？咱讲实在，较无深入啦。咱做伙拍拼遮久啊，咱30通年啊。是啊，35年啊。35年。算老兄弟啊，头一届出来佚佗安尼。了，迄当阵你才23。也是，我23。我当天对，你23天哦，时间来过较遮紧来30几年。时间较紧啊。但我这就是啦。我正手看，哦，这葡萄哦，哎，这葡萄，葡萄内底佫有点红灯，点红明灯咧。啊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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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到位了，到位了。哇，拢是种葡萄的好所在啊！哎呦，哇，办到遮青草俾人等呐！今仔日是食马鸡，马鸡，啊，听我马鸡呢，叫大马鸡啊！哇，哎呦，哎呦，哦，你好，哦，小黑呢哦。哎呀，哦，小黑你好，哦，你好，拍摄，大哥哟，你好，哇，这样你要青草啦，哇。我今日买去对不？买去啦。哦，我上爱食这款炒面。哦，我这安全啦。哇，大只，哇，空吧。哎呦，不得了！这食落看第几？哎，听说食迄5碗饭呢。哇，好彩头好年冬啊！你看咱沿路吼，过来这边路边哦，拢全葡萄。啊，啊，这一片拢是啊。是拢恁的，也是附近的人拢种葡萄。附近遮都种我拢阮家己的。拢你家己的哦？拢家己的哦。看会到拢你的哦。阮姓哦，啊，阮工作我拢咧种葡萄啦。今年我58年我就开始种葡萄。哦，啊，本来
种葡萄种前是咧种啥？因为迄阵咱迄个场米太俗咧，场米哦，介绍啦。这卖无一包长寿粉，嘿啊，一斤葡萄买要到2包长寿粉。对哦。哦，大家要种葡萄还是要种？民国58年的时阵呢，你才4岁，我4岁，我嘛4岁。啊，你这葡萄安尼种遮久着，你敢有想着讲有啥物人要接你的葡萄园？啊，就因囝。我阮主后，伊我牛逼已经对10几年啊。10几年啊哦。 10几年啊。嘿，我一看就知讲足过毕去。业，个大学毕业了后，嗯。这边就转来了，讲我要把遐一位啊，从要对我牛逼甲斗做啊。这友好哦。对啊。哦我开始吃哦。哪用？我开始啊，开始哦。我哪讲你哪讲？农校的，但是我感觉讲做农足辛苦。我当时就去讲，好啊，无咱来去做水果批发，算我自细汉就捌这做大汉的。啊，有好做无？是袂歹啦，是当时因为咱做这人吼，做生产的物件，就拢去管装盘山去重装玻璃去。讲到重点。你头前是无想要做这道啦？无想要做这道，对无？嘿对。啊，落尾是看爸爸辛苦，从无我也是爱来接咱厝内面的工作，这家族的事业爱来做啊。对。当时是因为这个栽培的兴起啦，哟，咱爸爸妈妈种的这个葡萄遮尔好食，佮拢收无钱，当时吼拄好这市场起来栽培导入台湾市场了，我就才转来接手，开始咧做栽培，打自己品牌这样，嘛是可以读日时做事，暗时去读册。哦，你半工半了解去读专业的科系啦。所以你有研究过哦？有啦。有。哥哥有练过。哥哥练过。上大的是天公伯来考验啦，天公伯来考验。嘿啊，当时就是安尼葡萄种到一半，结果风台来。哎呦，结果水灾来，结果安怎拄安怎？嘿啊，所以阮葡萄拢袂使讲丰收啊。嘿啊，为什么讲袂使叫丰收去啊？袂使讲丰收，爱使讲收去啊。大收。嘿，大收。安尼无收钱。阮做葡萄农上禁忌的一句话，袂使讲，绝对袂使讲丰收。你若拄着葡萄农，你就一定甲讲啊，今年收成袂歹哦，收成袂歹。哦，莫讲。你莫甲讲你今年丰收。丰收就已经叫风灾收掉去啊！哦，这禁忌咱记起来哦。除了这个看天食饭以外，而且你若感觉讲上辛苦的所在是啥物所在？上辛苦就是年年拢阮这个循环，你知道？有。热天食要做2期做个前期，因为头中吼所有的鱼我拢慢掉的，拢加甲光啊，晒日出来去工田，够热。其实阮这几年啊，建筑改变足侪啦，像我们开始就做大设施，虽然开足侪钱，但是大设施去把葡萄种在种伫厝内底。啊，这是啥物人甲你教？在农改场那边拢有教，减少了老天爷的对你的。几率咱的成率就会比较高。而且阮上正做的人最怕老天爷不赏一口饭吃。我们这几年就开始一直在加强我们的设施化的栽培。入去内底，阮就受气候影响就较细啊。设施化的栽培意思就讲温室的栽培嘛。对，这是意思，温室的栽培嘛。所以即摆做看起来，咱葡萄园即摆下阮什么款的政策？拢是你来决定的嘛，甲爸爸会产生什么款无共款的款沟通袂？你要安尼做，结果爸爸讲。其实阮两个吼，有定冤家无？自我转来冤到即马还搁咧冤啦。哟，你甲恁爸爸较大声声哟。咱做事大看事细，永远拢想要互伊搁较好的。做事细看事大，敢才啰嗦的。嘿，感觉这个啦，讲到这我再讲重点无？对，你讲。因为阮主后来接我的产业了，伊就一再强调，讲爸爸你安尼种葡萄无法度真好食。伊一定爱做草生栽培。草生栽培这专业的，专业是啥意思？草生栽培就是讲，拢袂使有洗插头地。因为这类吼，你一寡草拢死，葡萄根嘛拢会害掉。拢害掉去。你安怎想？我讲，阮爸。这个葡萄园花做的时阵，一再强调讲，你唔好将葡萄园变葡萄园去哦。意思就是讲，
你草袂使留伤多，因为因爸甲教安尼啊。系啊，啊，伊是老师甲教，农业改良师甲教讲，咱即摆农民爱安怎亲近咱的土地，对土地爱优先。为着迄阵，阮两个嘛，就搭甲安尼。安怎答？啊，你耶稣，妈妈做公亲，妈妈出来做公亲。啊，妈妈安怎做公亲？囡仔的想法对啦，哟，我说你是行囡仔对对啦。啊，就妈妈你讲，这囡仔的想法对啦，爱怎点伊个？对啊，啊，你算尊重啦。要接手的时阵，敢有拄着啥物足困难的代志，还是？你讲有无拄着啥物款，互你感觉讲哇，对你来讲真困难？结婚了啊，生第二。生后生，你即摆两个后生？一个查甫，一个查某。哦，好理啦。后生是较细汉啦。哦。当时佫拄着百分之寒流，足艰苦的，对吧？因为百分之寒流寒落，规个葡萄拢无通收啊。啊，我当时就佫去起设施，啊，佫排出侪贷款。我讲甲笑讲我要领迄个囡仔转来，我无钱通领。真的哦。嘿，佫去甲哥哥借钱，讲哥哥你借我10万块，我囡仔要领转来，领无够领转来。有。啊，心真正是真辛苦啦。啊，那有啥物想法？讲较安怎买甲经营？因为我也要伫即度佫继续经营落，你一定要做改变。对。因为你做露天，你逐年都是咧。都是咧等，对对，甲你逐工咧等啊，看你赚，看你等，对啦，看你赚饭。啊，恁这姓嘛真好。哦，所以讲伊的名叫古月，古月葡萄安尼。是安尼讲会叫古月，你知？为啥物？因为因为你是我两个阿兄足够读册啦，也有读到大毕业的啦吼。哦，你真够啦！我妈妈我拢开玩笑甲我妈妈挑工买甲我栽培，啊我写的学吼是分开的啦，斗袂起来啦。有。所以讲人本来讲你是福姓，古月生死了，古姓古月啦。即摆拢继续稳定的啊，因为即摆你有好品质，就有好的绩效啦。来甲恁买，敢有国外？有，你嘛做外销？拢有走新加坡啊，走香港啊，走马来西亚拢有咧走。哇，真正这管道已经规人团结啊，无管你。我讲，咱台湾的水果真正是世界一流，袂改变。你甲看，这乐天的葡萄园啊，你这熟个吼？嘿，做熟个啊，因为以前做网络节目时，我捌做过啦。哦。所以我知影反正加迄个机啦，哦，安怎整地啦。啊，即摆吼，咱来试来看卖啊。试来看卖。哇，哦，一条我叫做葡萄纯锁属。哦，有够水的，哎，嗨，高早，大哥，红哥，阿阿某遮尔早就开始做事人的吼。哇，嗨，高早，嗨，出去，真正出去啊！出去。我抢过去，你跟他输人诶！搞错，头家，早时还是早几点就起啊？天光就做事啦，开始啊，即马天光较晚，即马到6点半天光啦，6点半上班。即种诶是目前是几个月才发咱诶？咱的葡萄园拢讲叫做5个月至6个月才孕育一串葡萄出来啦。5到6个月，啊，这是几个月啊？这即马差不多4个月啊。你看这人种喺外口的吼，你就要套地。嘿，对，嘿，对，这起来的。伊惊伊会寒哟？唔是，惊伊虫会去食，迄虫啦，迄鸟啊会去毒啊。哦，你若鸟啊，你若毒死，我捌种过，我怎唔知？啊，即摆若是讲这时阵，咱来注意是啥物？啊，是来要甲我加嘛，我收嘛？像伊这生起来，可能100-200粒，啊，阮爱去做挑蔬果，吼，啊，像这内底是伊无空间，阮就爱甲伊输出来。你看，我也无菜袂，你这就是。因爸甲伊的意见无共的所在，你啥意思啊？因爸就讲已经遮大官，你是咧安怎？恁那是讲甲你所啥物？嘿，我加掉，嘿啊！啊，就讲你唔知啦，这若加掉吼，
蔬果料吼嘿，搁较甜啊，搁好食。村内营养会食较多营养。拢伫去拍葡萄，嘿。啊，我会使吼，我阮兜摕一个人仔来，你无爱滴，你放喺遐，我怎宰断伊？啊，这摆袂食伫啦，你宰断嘛无？外天我去宰断去看嘛。哦，宰断看，安尼来遮看就好啊。啊，无你要食一粒看卖的无？这个蔬果收落来。可以吃。这甲人生共款啦，你如果吼，这个时间也无够酸涩，你后壁就无甜的滋味啦。安尼？嘿啦。辛苦你哦。我知影讲哦，你安尼吼，头前爱有酸涩，啊，较会有这个甜味的跟甘味甜的感觉。对，我食点。你讲过吗？有在。提神吧。伊吼，汤头真多。我讲我爱食酸的。嘿。你摕人仔来，我都爱食这款鱼。你是有影无影？我袂晓评，你看我有酸的感觉无啊？哦，迄真个当个体质无共，我酸的呢。你搁加一个，我看卖啊。我加一个，伊这毋是即个加咧，伊是种一丛内底差不多固定几粒安就好啊。这阮是会看几粒无？叶果比。叶果比。叶片甲果实，这个叶片有几票，才有法度派这个果实。叶片伊是伊咧做光合作用，啊，才塞转来这个果实。啊，这叶片也无够，伊这个果实就起来品质就无好。安尼。嘿嘿。来，你搁要食？这比多迄个酸吗？差不多变酸。变酸来了，听我没有？哦，你迄有特异功能呢？这粒鸡你几粒甲塌嘞？哦，好食。啊，恁要斗做哦，无敢若讲啊要来食葡萄，我去加刀，恁讲斗做哦。我今讲唔对啊，一粒问，我都无咧做事啦，你是咧？啊，这特制的剪刀，啊，再来，袂使手安尼甲阮摸，爱挂手套，因为葡萄会有一层果粉，真侪消费者伫市场看到迄白粉，其实迄是健康的葡萄，才有迄个白的粉粉。啊，所以阮伫咧照顾过程，阮一定会保护好，袂使去甲迄个果粉去甲蒙无去。哦，嘿嘿。头一步咱要安怎如何做起？哦，你像即罐，伊开始咧大汉，啊，才就感觉即粒。这都伤密集，咱就给它镊掉，这边是镊掉的，用镊的。哎，这边这个是把它夹出来，啊，这边这个地头就要把它修掉。哦，这个给它夹掉安尼。嘿嘿，这边就把它夹出来。哟，嘿，这剪刀的特殊工具。哦，嘿，啊，你阮为遮开始，我为遮上济啦，这无简单。你安尼夹刀夹唔掉头去呀？要这样，你夹电刀头前面那写字啦，无啊，你唔是形容夹的。啊，安尼，即安尼，安尼，啊，哟，安尼哟，安尼用夹的啦，安尼，哦，是安尼啊，了解的是。对，它如果用夹的，是因为它如果说很密集，你剪刀伸不进去的时候，为了避免戳到隔壁那一颗。我即马慢落来对不？你看这头，因为果梗要把它修掉，还是要，把它修掉，对，嘿。哇！你这个所在才看到你一人要蔬果这多哦。没啦嘛，拢有工作伙伴啦，哎呀，拢有工作伙伴。哎，我讲，我甲家姐吼，我系太阳眼镜的，我系太阳眼镜。惊光，会流目油哟。是我看袂到，我家姐规了落来那边喏，你开到无带呢，你是。哎呀，外套、衣服，哎，这到红色手套就好。哦，你这家做才来呢。对。哎。大概是安尼。啊，迄等下到台哥食。安尼啦，安尼。这2粒啊，安尼。安尼。啊，你这安尼加一空，再加一空，啊，那你扣薪水啊啦。系啊，得。哦，一拍后摆你要买吗？我，那真是啊！啊，本来水，啊，你再加一空出来。来，这个太重要呢。来，像这内底这粒把它丢掉，它会被压迫掉。越来越有感觉呢，愈来愈有感觉呢。直接下剪刀。啊，你看我收起来这拍就袂安尼，遐欠一起，欠一起。啊，你迄拍加安尼，会痛。我运气较好。安怎讲？我头家娘拢对我安尼足鼓励。哦，我头家对你敢若较严格哦。这严格较会出好会使。好使啦。严官府出牛叉啦，严爸母出阿里不答啦。我是牛叉啦。你阿里不答啦。拄则咧讲吼，本来这叶果比无够，这支就无够。来，这拍送你啊！你遐爱食葡萄，我看你好下班啦，你好下班啦。
这安尼规罐卖啊，哟。哦，这个我知你都爱食啦，你的人生真正酸艰苦，你的人生是酸的。我目睭看袂清楚啊，花花，啊有其他的通好我做哦。卖这上会使来去加鸡条，迄较简单啊啦。哦，加鸡条迄，好啊 OK 啊，我来加，我来加鸡条。啊，你加这啦，会惊哦？毋是讲会惊，我是嘛是担担。哎呀，该加的唔加，啊唔该加这足惊，你知影嘿啊？这就是咱露天的管理，像即马进入要农历过年前，咱就爱开始收鸡条，啊，准备要吹伊的艺起来。吹迄个艺，嘿，吹这个艺，这有艺包，这一百都用艺包，吼，差不多伫来春来就卜艺啊，春天来伊就开始卜艺啊，嘿嘿，啊，所以咱学好加鸡条，这个鸡条捞差不多伫4目艺就好啊。伊这每一这有1目、1目、1目、3、4，这拢有一个。艺包点，像老师这是，比如讲1、2、3、4、5，这就是在加点。嘿，这就上济啊，嘿，这就安尼就，嘿，对，4目就好啊。嘿，你来这来，开始加，你看你安怎加，等下也搁袂用，真正石头路啊，石头路啦，连便当都无通食啊，啊要捞猪目鸡，吼，啊你看要怎加。啊！你这是咧加叶啊？你是来佚佗吗？啊，毋是要加叶啊，我叶啊咩来去？做工课都要有班，来。叶啊咩差别哦？安尼，吼，爱有，哦，爱有体力。你头先买遐紧啊？你我啊无，我是请你来食便当的嘛。啊，先来，唔是豆豆来。春较入面，吼，较袂晓食爱有。哦，你安尼我会袂赴咧。啊，这条顺便甲揪来。哦，啊，毋是伫遐咧慢条啊。出来咯。讲这有白条。安尼我唔知影，对啊，就下水啊。哦，啊像这，来，进2、3、4来，目睭影落就整啦，毋是伫遐思考啊。毋是啊，我这站到底有几支？好，再加落，甲拖掉。哦。啊，你会了，你出师了。这吼，差不多我爱互我2工，我就才熟手啊。我互你2工，我工钱，你便当都无哦。你1点钟学的样，实在太困难了。啊，好你家在我是即马是走来路啊。你做拢用咩？嘿啦，好你家在我是。迄头家急性啦，无法度啦。嘿，头家急性的。无啦，头家急性才赚有钱。哪有时间个？是个我遐数叫你来领便当的哦。哎，唔是啥。哦，这鸡仔我用较悬的啦。诶，这咱爱开始。100个吼，迄若100个都挡袂掉啊。诶，因为吼，咱的葡萄饼仔拢差不多170至180。啊，无法度较悬的哦。因为咱的农村妇女拢差不多150至160公分尔。伊伤悬，伊规工手拢吊吊的，所以阮阁有开发一项物件。什么物件？你看遐有一堆鞋啊。哎呦，这个葡萄饼偌悬，伊就会改成什么款？你看这有5、6公分的、7、8公分的、10几公分的。哦，啊，这是什么材料的？哦，这拢弹性塑胶的啦，弹性塑胶啊。哦，这都10公分去啊。嘿，这10几公分啊，你因就会看因的悬度嘛，啊，看因的悬度来穿这个鞋啊，来穿这个鞋啊，你看我穿起来人都觉得哇，看到天顶啊安尼。哦，啊，上想诶。诶，这就长期做落来吼，咱就会去思考讲安怎起来做工课。对，啊，会较舒服啦。哦，规拢大汉起来，你有感觉你规个拢大汉起来？我就重的呢。那7粒8粒。我都想要讲啊，那规拢大汉起来啊！啊，你看农村妇女因为有诶无遐悬，所以就爱穿迄鞋啊。对啊。系啊。你嘛是，但是这鞋啊吼，有较重淡薄啊。伤轻你徛袂在啊，会变贵。安尼我无够大颗。嘿。哦，你这佚佗足歹做，你知哦？哈，这边啊，压落嘛艰苦，啊，即摆压个嘛艰苦。对啦。你这佚佗真正是唔止半。过来就习惯啦啦。系啊。这我较加，你知？较苦。嘿啊，我较讲来啲喎。啊。
种感觉，毋是定定有的呢。尤其是伫咧葡萄园安尼浸烧水，而且即摆是透早，差不多。洗身躯是洗什么意思的？透早若洗一下身躯，洗一下分丝吼，分丝嘿，精神拢会较好。安尼哦，安尼规工做代志较袂寒，你知影意思？哦。哦，伊讲对啊嘿。有即种感觉，我看有闻到哦，纯纯的葡萄的香味呢。葡萄呀，葡萄。哦，即摆若我有一杯葡萄酒哦。水温还可以吗？先抗力啦！快点洗身躯。快点洗身躯安尼。黄老师，我要问一个啦，是，阮一般是拢是做料。啊，也是讲恁带阮出来佚佗的，啊，才会来洗分丝。啥早应透早就咧洗是什么意思？我感觉吼，今日温度搁寒寒，啊，即个环境搁水，啊，来遮呢真诶，规个身心灵舒服。我感觉吼，我家己敢若葡萄，叫你搞照顾。听我用当作是你拍恁太太，啊，就想讲，我一工我咧葡萄园安尼。啊，有人会来浸烧水，啊，有时间我也可能直接浸烧水，你有想过这个画面？你捌想过无？我是毋捌想过，无遮浪漫啦。啊，当作是安怎熟悉啊？系啊。哦，我当初是我就倒来做田嘛，啊，倒来加做遮个事，啊嘛无就熟悉查囡仔。哦。我就想到一步，啊无来。你拢毋捌交过女朋友？真是。这个会使讲。我毋知影，我讲你讲你都较单纯嘛。咱个故意啦，就故意吼，啊看查囡仔会手搓喙搓，哦，你这必须的。嘿啦。我听伊咧操蛋。头家你讲。你嘛抓较少诶。反正咱做事都日出做嘛，日落就休困啊，来去读夜间部修大学，啊来去读大学，啊再去熟悉阮太太。所以是大学时阵熟悉夜间部时。嘿，啊真正甲带转来做夜间部的同学，啊读4年，啊带一个某转来，啊佫带2个囡仔转来。哦，啊当初时咱即个李显，哪有法度接受伊？伊即么厝诶到，又甲你讲伊是种葡萄的无？我知道啊，我知啊。啊，你要安尼当接受讲啊？我转来可能变成农家的俘虏。袂啊，迄阵看伊逐工拢盈盈。因为阮做事吼，时间自由家己调，你知哦？爱到要洗鸡，要看电影，要佚佗，咱就来去啊。开始咧录的时阵吼，拢会讲时间足多。对啦。啊，应该是逐工安尼电话啦，啊出去佚佗啦，差不多过偌久就讲，拢无时间啦。4年读书啊，带2个囡仔转来，啊囡仔嘛爱食饭啊，爱食奶奶啊，咱爱认真拍拼，爱趁钱啊，啊，就哪会知影直直做落，听做到365工拢做无用诶。拢做无用。而且这事业愈做愈大，本来可能是干那2架地，即摆是6架。嘿，头4架外啦。4架外。4架。我讲一个6架，两面就6架。嘿，我就想要知影一个问题。啊，你当初是什么款的举动？啊，头家你才接受伊，叫感动，叫感动，该交往。他本来不是长这样嘛。那他你本来该引导啦，你本来无吞咖呢，我引导你啊，有面相的改变，面相无变是放大呢，放大点，放大起来啦。咱看一下因本来相片，因的结婚相片，有影，啊，用结婚单单就差不多10几年，要20年啊，要20年，是吧？8年。夫妻难免会搭啦，对吧？会啦。定会搭的这个所在伫什么所？是囡仔，还是事业？上介主要是我个性较急性，快出来，现在我快急性。40多岁，佫青青公公，每天都在练。嘿啦，我较急性。但是这个急性这吼，我讲，我有享受到这个急性的过程。急性我嘛是带你睇。因为我头一摆做这嘛，对无？啊，急性来讲，你感觉讲是一个缺点，还是讲发动你做好啊好的这个动力？这急性吼，我家己咧修正，但是变做我较硬，我会较大胆落出去。啊，你像你即摆这温室，你看我遮安尼，即款天5口10外度，即摆遮20外度，这拢是烧钱的咧。对啊，一分地爱100几万。我搭这有2-3公顷俩，
对啊，所以我拢讲没事千万不要进来，没事千万不要进来，生性都爱下当本来。对啊对啊。啊，这爸爸会救的，一定会惊呀，因为较早农村社会，趁1箍要欠2箍啊。是啊。啊，咱即摆的想法拢无投资，无去改变，你逐年敢若咧望天。吼啊，所以咱就去起这设施起来顾这步道啊。对啊。恁两个遮尔啊侪年以外，啊，伊敢捌做过什么代志？除了种葡萄以外，你感觉讲哇，很浪漫的事情？没有呢。你要我们两个都太务实了。真的吗？约会的时拢去食卤肉饭呢，食拉仔面呢。什么是拉仔面？拉仔面是咱遮的特色。拉仔面是拉仔面，就是切仔面吗？类似切仔面，阮遮叫崩皮面。崩皮是因为有放猪皮咯，猪皮落去煎的，迄款崩皮啦，皮崩过。我就听到地，我就讲这百面好食。你是想要？迄内底是毋放猪油迄款的？嘿对。哎呦，我讲面就是放猪油啦，是啦，饭碗放猪油啦，免惊啦。哦，我已经浸了啊，即马要出来去佗佗的。阮下晡较无闲，啊，恁就先去佚佗，啊，阮工课爱赶。好，开始。他刚讲的崩皮面，阮遮的。中岛等款好啊，款好啊。崩皮面，崩皮面，什么是崩皮面？不是。啊，你来毋过是拉仔面，即摆变崩皮面。有崩皮就变崩皮面啊。哎呦，哇！伊内底个因家己的迄款饭后水果，嘿。哇！我看者你甲去，我你讲，你想我去者。咱来这个所在吼，食的拢是咱从来毋捌看过。哦，崩皮面啊，谢谢呢。恁下晡吼，咱中华遮较出名就饲芳的，嘿饲芳，啊甲做蜜精的。蜜精是啥？蜜精是啥？烟整腔。蜜饯哦，蜜饯哦，对，咸酸甜啦，咸酸甜啦，我这个蜜饯你若看卖台湾梨外出名，你讲饲芳有无？嘿，人讲哦，香港爱念香，嘿，啊芳有无？香港啊，啊香嘛是香，系啊，阿香啊去香港买香真芳，嘿，台湾话，好，安尼咱来啊，咱来继续来。优秀百花，看一下中华。感谢，谢谢多。哎，坐，哎，有技术地主福气咯。咁，咱坐，快点哦，可以哦，哦。哎，哎呦，安尼无穿衫，你安尼，你袂看？这个无人伫穿衫啦。啊，阮穿安尼要无？无，你是来体验的。有安尼哦，来参观的。你这是拢物件叫定了？嘛是会啊。啊，你遐鸡狗是要创啊啦？这是迄食到农药的。哦。留疤。嘛是会哦。嘛是会听。我定点袂感冒啊。有。我是吴宗翰，良心永芳调。宗翰。哦，你好，阿公啊，阿公哎，哦，阿公一看知影饲芳饲足久啊哦，53年，53年啊，即马放我第3代，直接放我一组，伊一场我一场，一场感情较袂散，你叫宗翰，中华男子汉，中华的，这真是分远啦，啊，你那分远算是，系啊，啊就本来就少年啦，你有超过20？我28。你嘛是18岁，这么简单的，你看会当回乡哦，少年家啊，这爱甲你拍拖啊。啊，咱这是生产什么？芳王奶啊，到什么？花粉，蜜哦，花粉，有会收奶汁甲零件。哟，即马是收油菜花粉。啊，这油菜花，油菜花破树枝啦。哟，这啦。这边哪使用？直接吃。迄当食一咯，真的啦。当然吃，当然啦，这好物件。啊，你食个对身体多一部分呢？个胃肠呢？个胃肠的哦。啊，我胃无好，我嘛爱食一。我顾者，我先较顾者。幼咪咪啊。哦。香。迄只鸡哦，有成一款迄个什么？真系跟它涂，粉刷嘿。粉啊。
有成迄个绿豆棚，你知？对无？哇，这是偌久才有遮多？无，迄透早登落尔，因为即马回尾啊。回尾啊！哎，今日上尾一工啊。哎，愈吃愈煞嘴呢。你这个孙啊，有友好呢哦。哎，看来伊甲你斗相共呢。系啊。啊，因老爸有甲你斗相共无？因老爸做测量。测量啊，做测量队啊。所以恁后生无得甲你接换。孙啊是伊要接，还是你叫伊接的？嘿啊。伊家要接。你家要接的？啊，你啥那要接？阿公辛苦啊。哦，啊，你感觉做翅膀这个行业，你感觉讲真趣味、做心色的吗？无，嘛无。做这是安啦，较无人管。较自由啦，啊，但是伊即个付出的迄款时间，甲收转来的成本，敢算会好安尼？会算会了钱啊，袂了钱，但是嘛袂趁介济。你爱苦咧做。哦，苦咧做，苦久的话就是你的。哦，你敢有咧做网络的即款配？网络嘛。栽培啦。即摆拢安尼爱骹靠有法度缀着时间。啊，你安尼做有法度沟通无？无。你无法度沟通。阮两个人做工课，模式完全无共。啊，免啊，你免啊接受讲伊的方式。啊，敢甲讲，伊要听就听。完全真好啊！好啦，要听就听啦。嘿啦。无听是拄好尔啦，嘿啊，无咱这地方看卖，来这个关一来，这分工，分工来讲，嘿，这做芳的，这是用的姜啊，这哦，哎，真的，哦，啊这要这哦，你看有无？加分者安尼，嘿，分者甲因讲，我要做工课，做工课，啊要叫伊去对，叫伊起来，去边啊起来，去边啊起来，你头一摆来翅膀，嘿嘿，头一摆，哦，哎呦，嘿，你看拢伫遮。啊，这就是封起来。封条吼。哎，封起来。啊，这是彭刚讲。彭啥物讲？彭刚讲。彭刚啦。彭刚。雄风。彭刚就是咱咧讲的讲风。哦，啊，颠倒讲着了。彭刚呢，彭刚。啊，这无挂掉就出来，这就无效啊。啊，内底拢蛋白质。迄袂当利用着对。啊，是毋是一箱内底拢有一只王？拢一只。无错。找看觅。哦，你安尼我都找得到。有啊，找得到。一些些。哦，这。对，我觉得，你这我看。我是。彭。一只。甲生水无共，伫遮。我有做。有较大粒，尻川较大只，嘿，这只。哦，迄只是哦。这是彭。啊，头壳有一点迄粒。嘿，一定要有一只彭王才会使。哎。你若彭王无伫遮，伊毋知影要安怎。彭啊会乱。会乱。嘿，拉叫。你看都是伊啦。这只就是王嘞。王的啊，毋是王的，是王。哦。啊，这箱的彭王是毋是袂去白收？袂嘛对无？伊的地盘就一只，对无？去白收吼，会用收哩。安尼吗？你前门头好过来。哦。啊，伊咱会袂甲你定？气味无共。哟。伊上啊芳水味。伊若闻着芳水味会甲你定哟。伊就爱你。伊爱你。伊爱你。调。安尼哦，你家仔无。家仔咱无咧嗅芳水。这就甜啊，这就真好食。真个假？内底有味才会好食。这无啊吗？无，迄等迄3月中遐。3月中哦。内市会开的时阵。还有一站啊，还有一站啊。今年3月吗？嘿，内市的。内市啊，今年3月，临近的咧。临近差不多后边俩4月遐。 4月遐，啊，会当出几个月？出几个月差？无，差不多4月底就是结束。都无啊哟。差啦。都一年吼，无好谈，无好谈嘞，无好谈。伊食阮11个月啦，啊，阮才坐1个月尔。哟，本地敢袂介意芳的？你自细汉的时阵看阿公饲芳，你就感觉你要饲芳。6年就来学做红林，做红林哦。我一下到鸟下足紧的。哦，啊，你这少年的，啊，你之前毋捌食过别行头咯？婚宴餐厅有无？啊，人即摆少年家最想要耍的，手机啊有诶，阮什么手游啊什么？无啦，即摆有人都退役啊，你退役啊？退役啊。LOL 的。无，我炉石战记的。哦，炉石战记的啦，伊拍炉石战记。啊，你也知？我知啊，啊，你拍第几名？应该算64。64。因为我专注所有比赛人。拍输一个迄日本冠军。有。日本冠军。啊，你算拍到上歹啊，我无法度。你算讲退休啊啦？我会拍。咱即摆要来采花粉啦，因为这个时间呢是无蜜啦，蜜就要等到今年的3月、4月。啊，即摆这个冬天时，就是要来收花粉。油菜花粉甲波斯菊，伊两个是甲做伙同期的，就对。差不多。啊，阮收的时阵，迄粉管有无？粉管。门骹口抓几个，摕起来。摕起来。尻川有无？愈食愈落，先困来。先困落。啊，后壁迄个人就甲这拍开。
拍开。摇摇咧，倒咧，倒咧，这就收好啊。嘿，收好。啊，这有无？这爱放顶悬。好。卡层爱我只。掉诶。安尼着啊，啊放安尼是因为迄漏水有无？漏水袂落入去。哦，安尼。嘿，伊拍开漏水会位遐流出去。所以讲，你今仔这收了，这就好啊，都无个要收啊。剩诶，互因家己去食。啊，你明仔载敢过？明仔载透早搁继续炖咯。透早甲放落就对啦。6点外就爱炖啦。6点外哦。我得起身。那我用一遍。哎。好，安尼。哎，安尼较顺手。抓较大来，哎，啊摕起来，哎，啊撸起，放食。早起5点外，到即马，哎，差不多有遮多。即马算少啊。这算少，啊那正常是爱满对无？差不多透早10点就一批啊。一批啊？嘿。啊，这个倒落啊？嘿，倒落。袂歹，会当来做工课。嘿啊！别项我唔敢讲啦，做事吼，阮两个是最厉害。哦，真济，真济，真济。这度较平。嘿。啊，若讲到找找朋友啦吼，你若以后要找朋友，你会讲，我咧饲芳，你将来有要得甲我斗阵饲芳无？你会讲免？免吗？这我家己来得啊。你家己来得啊？我家己来得啊。哦，啊你无甲讲咧，即摆饲芳吼，迄芳对做囡仔迄款皮肤足好诶。迄是反食，食是食诶物件诶代志，啊做是无共诶代志。哦，哎，你要苦咧做，你讲吼，伊嘛是算讲故意啊，搁引导。是啊，应该是 OK。哎呀，这内面，伊这内面写啥物咯？哦，甲大只蠓仔来玩球呢。我要入去啊！哦，煞会惊诶！你才破一空啦。哦。哦，扫入去啊！我遐有哦，我面内底无。无就引导。你听我要讲，讲你引导我。是，老讲话。老讲话。啊，咱即马要来。食这芳蜜水，蜜水啦，芳蜜水，先来品看卖。这是拢你研发的，还是讲一般拢是这种的一款产品？芳啊收到的，你讲外口这吗？外口这我家己想的。哦，这是今年来。灵应，无，这是往来。唔是，这是往来。灵应伫遮啦，你灵来遮。来我品看卖，这往来我唔捌听往来蜜的。这奶鸡，嘿，对啊。啊，奶鸡是3成。啊，灵应是7成。个灵应在内底。嘿，因为伊火鸡会弄做伙。你两个头的。无来火鸡弄做伙。哦，安尼哦。所以讲这无头，两个拢夹做伙，本来就是原本就是安尼。火鸡安尼，芳仔就去弄啊。芳仔决定。无，这是蜜茶。一定用好的。嘿，我用好的。哟，蜜茶，蜜茶，真真蜜茶。啊，这嘛是蜜茶。嘿，这是。迄是蝴蝶哦，蝴蝶，这往来，往来，啊，有呢，来自的，有啊，偏的气味就无共啊。我真用心哦，哦，你拢普通时拢得啉这，你拢得啉，固定的啉，慢，这往来，这无共。往来ですか？往来です。对啊，无共，往来味。即摆来请教你一个问题，有人讲啊，这芳蜜哦，咱行去买着假，要哪去看，安怎分辨？你若是讲看蜜有无？内底有迄小气泡，有无？你看，这是气泡，这嘛有。有小气泡的，有迄泡就是因为阮伫咧入的时阵，嘛是有空气会入去。哦，对，伊就会伫咧内底啊。有。啊，我正常是暗时会拍电火，甲迄血紧出来。全部拢无迄垃圾物件。除了讲用看了，是用泡的，因为我听讲人用泡的话，芳蜜吼，敢若有诶较顺的吼，讲个泡吼，若掺水会慢慢啊消失。嘿，你就是。哦，你这样要饲就对了。有无？
这个奶茶呢哦，这种就是正味。正味。嘿。哦，这种泡是正味。嘿。中泡。伊会泡足足油的，足油的吼。因为你有加果糖有无？嘿。伊即马就无泡啊。无泡啊。嘿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啊，这正开这顺路就是拢。你有人物件，你啉开了，你的嘴会涩涩。阿公，哦，阿公来，你。阿公，看讲你操一堆起来了，来坐啊，阿公来，我等咧开讲啊，哦，来，坐。讲你是来，你坐，先坐。拄阿公，第二名安尼啊，无啥。一帮哦，一人手路无共。哦，安尼。啊，你的手路较油。我嘛唔知咧。老师傅，老师傅。老师会嫌这少年的较含慢无？啊，要安怎？要嫌安怎？袂嫌吧，袂较嫌啦。伊感觉讲这个孙袂歹，将来嘛是愈来愈厉害。哟，爱研究，真诶爱检讨。你即摆讲爱研究，伊即摆因有新的想法，伊若要甲你讲，你讲我都接受。譬如讲，你即摆有啥款的想法，你要甲我讲。我有我的作风。你无法度接受伊的就对，你坚持要做你家己的。我开始到即摆伊无接受过。真啊假？你总是爱甲讲互了解啊。无啊，物件就是我拼出成绩了后，伊看到啊，伊就会认同。你看起来吼，这少年仔嘛是做认真做的啦，对无吼？做到即摆嘛几年，你讲已经要第7年，要第7年啊嘛。阿公安怎看这个孙？你要甲讲一个啥物鼓励话有啦？嘿，孙啊。我鼓励就爱认真啦。爱认真，每一项工课爱认真才趁钱啦。哟，爱认真。因为我的市场甲阿公无共，所以我要行我家己的物件。你要行你家己的市场，伊的市场是行对倒一间市场？无，阿公的还阿公的，我的还我的。还你的，对。所以讲，你袂去甲伊的老顾客去订单着。安尼啦，你去互地带，都对开下开咖啡厅较济。咖啡厅？台湾拢有。哦，咖啡厅。台湾拢有哦。有。你安尼较辛苦呢，你除了本身家己爱吃，你要去做业务呢。所以我希望吼，赶紧牵手。哦，有啊，对无？我拄甲问讲，伊讲含办这来。我甲鼓励讲，你若在条假日前就结婚咯，50万甲你赞助。50万，竟然为了50万，你希望讲伊上好是今年还是明年出？都甲这个清明这甲4、5月5月这里。 5月就要清明，剩2个月，剩2个月，爱穿就要搁2、3个月咧，甲5个月。不啦，缘分啦，缘分啊，无一定伫咧路行咧拄着。你若讲哦，即播出了吼，才缘投着。嘿啊，阿公无定跳吼，有啥物查某囡仔吼，看见啊。 这阿公的金孙吼，看起来做缘投的，我想要甲伊交往，安尼会使袂？会啊，我讲啊。哦，来，电话伫遮来，电话。真好，唔通搁含慢啊！袂，我做拼，做拼哦。我是讲交查某朋友啦。哦，唔是工课啊，唔是工课啦，唔是工课啊，我咱一款工课啦。啊。 你好，哇！你好，这间阮咱是算讲头一遍来遮啦。这届就是讲来到遮会当参观恁的工厂。欢迎，感谢，这是这个算讲园林地区，就是
上界出名秘真的这个工厂，秘真的故乡在园林。所以讲园林，你若唔知有这间店在遮吼，你都无算讲是园林人啦。嘿，无算。啊，你算讲是第几代？我是第三代。你第三代，第三代就是阿公传落来，爸爸，我是爸爸的查某囝。查某囝，安尼拢总几年？啊，过来就是第四代。第四代已经有啊，要接班啊，对，要接班啊。啊，从安尼算起来超过8年无？即马应该算起来是88年。我就用80几年。安尼我带你来参观一下哈，啊，参观进前咱换个便。哦，歹势。所以讲恁来歹势，比真爱真清气了。歹势。皮呢哈，有。就钢筋嘛，对吧哈？来，你好，你好。哎呦，啊，这位水姑娘是？是阮第四代。第四代接班呢？哦，啊，这位是你的阿哥。我是大姑。哦，安尼。大姑。啊，你接偌久啊？我接我2年前回来。啊，你本身是学什么？我本身讲学日语的。日语？哦。哎呦，安诺嘞，日本語の先生ですか？先生じゃなくて。係。啊，你這間工廠敢有真濟日本人来遮参观？有日本人。那是，安尼就要靠你来宣傳咱的這個。Okinawa咱冲绳遐。哦，Okinawa真有人来遮看。啊，有外銷去日本。已經20幾年啊。哦，安尼哦，你做遮久啊？20幾年啊？啊，這攏要可以小解什麼？對，算國際化啦。哦，來看咩？來，我們先看來。來，咱看這趟這大趟，這是梅啊。梅啊，吼。這是舊年採收所做的梅啊，這趟差不多是750公斤。要不要一棟750？啊，這趟即擺是完成品還是半成品？已經是半成品。啊，這都要放遮生偌久？這差不多是4到6個月。哎呦。4到6個月，那要食一梅啊，半年呢，所以是真高工的，是啊，零食，啊，这咱这个梅子哈，伊的技巧啊，保存的是拢爱靠伊的糖度，哈，几度多少，什么时候加糖，哈，到什么程度才可以拿起来曝晒，啊，台哥我跟你讲哈，我已经有。泡一寡较大的伫遮，你个扛起来，来，扛起。哦，这都蛮温度咧控制哦，咁有。爱咯，爱控制咯，水分、糖然后呢，啊，即摆这是已经哈，这个东西已经不是半成品，它的水分有去除了。那我今天呢，要麻烦你们来体验我们这个去籽梅子怎么做。要请大家戴上手套。我一直有一个想要试一下这冲锋是安怎？是安怎会安尼呢？你如果会使小好食一粒吧？不是，我是讲是安怎会安尼这冲锋安尼？我跟你同款啊，讲的啦。来，试做一个给你看哈，这安尼哈。啊，这个就把它压下去，好。啊，你觉得呢？它吐不过呢，你就再一次，因为你跑掉了。哦，无伫咧这种。啊，然后你要这个纸在底下把它拿出来。它这样子好了，就把它放好。哦，你这盘都。所以讲你要吐掉迄个籽的中安那个吐出来。对。哦，所以要向我准。哎，啊，所以了解，来，试看。我试，你试。哎，这压到你的手哈。对，压下去。我想对折。对。哇，非常成功。你看，很漂亮嘞。水有水无？水到安尼，我都会得籽。你做这吼，老大人啊，囡仔遐拢会甲你感谢。想要吃拢有吼。对，哇，百发百中嘞。对无？真的呢吼。这类像尔，佫有一寡村的在面顶，连面我就甲食。啊，无会怕生，你知？通常这个哈，我们可以把它就是在糖制湿润一下，然后去把它剥出来，然后做果酱。哦，做梅酱，原来是安尼啊，我会使利用，所以拢有咧利用哦。来，换你，我这有近视的，你近视，我远视，两个拢看袂清。错咯，还是原来无简单呢，你爱先想我好啦。无简单嘿，较稳的嘿。啊，你闹鬼。我讲，这粒你若我讲袂出来，你就知影死了。我讲，你就甲我讲，定出来来。我是跟我家差不多。用力。答对。哦，厉害。有啊，安尼有。哇，可以。啊，我们熟练的时候就加快速度，两台都可以做。来，你做这台。完全是手工啊。手工的吼。是啊。其实熟练的就很快了啦。开始咧做的时候，你哪做哪吃呗？
哪做哪些是袂，哪做哪然后喙烂可能会嘛，会嘛，因为咱就是讲望梅止渴啊，看到尾仔就会生丁嘛，嘿对无是安尼？对啊，愈片愈芳，愈片愈芳啊！啊，你安尼记载会掉吗？还是讲爱啉落哦，爱啉落嘛？爱啉，有。阿哥咧？我哪做哪食咧？唔知知影讲啊，这批做起来是不是口味有符合大家的希望？对呀。恁细汉时咧做的时阵，敢有迄足侪囡仔遐拢来恁遮甲你？哦，太多了，以前吼，咱厝边隔壁拢会来斗三工，来斗三工食哟。斗三工食嘛有，斗三工做工课嘛有啊。这个去籽的这个东西呢，是最近这几年才开始有这个概念。以前是无啊，以前是无这个行为，以前是家己以前的有汤加就好啊。你没啊，你就家己配调就好啊，你自己家配调就好啊。是啊，所以今嘛因为大家哈方便，吃了就不用再把那个籽取出来，对不对？古早时代吼，做这啊，甲即摆有啥物无共款的所在？古早时代，阮是袂晓做蜜饯啦，吼。你袂晓做？是阿嬷啦，吼，因为阮迄阵啊是伫迄园林后后尾车头，吼。阿公呢，你做运输啦，当伊是呢，这个火车呢，定定吼无准时，无准时呢，水果就较黄啊，较红啊。阿嬷就讲无菜啦，这吼我甲摕来做蜜饯啦，吼，就安尼开启了这个蜜饯啦，吼。较早呢，阿嬷咧做嘿，咱较早拢用灶对吧？香火炭对吧？火炭落去煮糖，落去做蜜饯安尼啦。摕去互厝边隔壁品尝啦，伊讲哎哟，那会遮好食，你咪搁加做几斤仔来互我食。做了煞有迄款感觉啊。像台哥讲的，看到就是要食的呢，吼。在咱咧一直做咧，以前伫咧后火车站遐吼，场地也比较小啦，吼。蛋姐，阮带你来即马。阮伫晒蜜饯的所在、拍蜜饯的所在啦，互你参观看。即马阁有哟。有咯。但是即马无共款咯。你以前若拍即个，唔知顾调调。哎喏，你若落雨较紧的哦。对啊。你来煞。我有雨棚哦。真的吼。较紧的哦。每一项产业哦，拢有辛苦的过程。咱即马已经经过遮尔时代变迁啊吼，你嘛跟进步啊。是啊。只要有迄个后时代人知影讲，食是真简单啦，若要用较好吼，就是无遐简单啦。爱时间的等待呢，对啊，爱用心的时间呢，哈，爱坚持呢，哈。台哥，我带你们去看我们的日晒场。好，来。台哥来，我带你们看一下阮的日晒屋。哟，来，是拍的是食啦。安尼这就是咧拍梅子。有够香的香啦，佫这大粒的呢。梅子的香气非常舒服，对不对？这是有这个刚那个做法是。这有更已经有糖啊吗？这有糖啊，这无共款哦吼。这是咱梅啊吼，拄啊迄是糖制对吧吼？这是爱先腌制。腌制料叫做糖制，先炕羊，哈，先炕羊吼，皮比较软化，所以它这个皮看起来比刚那个稍微软一些。咱即嘛吼，因为今仔是天气较不遐好啦，但是呢，天气无好的时间呢，咱更加爱甲伊翻动。安尼？嘿，爱甲伊翻动，让它才可以哈，这个人讲的，透开，爱透开，了解。哈，梅啊嘛爱透开，伫变的时间呢，吼，咱会使甲这个。异物吼，拿紧起来，吼，像讲这有破损的啊，爱紧起来啊，无消费者感觉讲，你这是毋去用家己迄无要紧啦。哎呦，消费者袂使安尼认同的啊，系啊，咱就爱拿做就爱拿紧，你若这紧出来，这要安怎利用？这边做果酱无啊？这嘛是爱泡做酱啊，泡做酱，可以别的调味做汤。咱食黑烧鸭、烧鹅，那个梅酱的这个，这种比较咸酸甜做调味料啦。安尼，咱就来去看咱的蜜饯种类，哈。行。好，行。来看者。我们的历史馆历史馆呐哈，给你介绍一下。我罕只看到讲做咸庄边还有历史的博物馆的安尼啦。
是小型的泡芙馆，这个马路台果子制造厂是阮阿公的时代。马路台，马路台，迄阵啊是伫丁丑年花月。因为我嘛唔知影讲当期是几年啦，但是看到这个看板是写丁丑年花月的。1937年啦。花月就是日本时代他们用花月、弥生月这款的嘿。来代表它的月份。对。花月。因为本来是该放伫这个很边边角角的地方。拢唔知影。拢唔知影，但是你这做时岁的人是你过啥物，拢唔知影。但是呢，我就问妈妈甲爸爸哦，过去这个病的时候，大家讲，这个病过去都拢咧切酸啊，切梨啊，切芭乐，切旺来啊，哇！你看迄种刻痕，有没有刀痕？你有看无？这正面是较少啦吼，背面并起来吼，伤痕累累啦，嘿啦，岁月的累积啦吼，岁月的痕迹。你甲当做菜点就对啦。对。哦，恁的祖先啊，看了讲啊，哪会安尼啦？不是，这是种骄傲咧。嘿啦，嘿啊，即马较知影。迄当阵啊，要安怎做，因原来唔知影，还是讲有去摸索。伊有去学师嘛？无，家己纯粹是家庭主妇慢慢摸索。因为阿嬷吼爱做这个甜点。啊，你爱家己试呢，因为你爱自试讲，这有人要食无？是，爱就是试了有成功。所以讲，你外口遐所有的这味煎，拢是阿嬷迄时代慢慢啊累积出来安尼。阿嬷时代啊，做一项梨啊，甲梅啊，2种。有。即马几种呢？即马差不多100通种嘛。差不多。所以讲，我拄啊食的迄个梨啊咸翅。古早味的，古早味甲即马对。拄啊，你做的这个梅子哈，咱甲做成咖啡梅，日晒屋顶顶，你底下你翻动，就是这，就是这个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let me introduce. This is 咖啡梅，from 彰化，you know。现在是都爱咖啡无？哦。咱中华咖啡，中华咖啡吗？中华咖啡，嘿，冠军咖啡。香哦，啊袂入嘴着开鼻着香开啊。这味真正是咖啡，完全一模一样咧。你看唔知影你一片味。过来，咱来介绍这个。嘿，茶梅。哦。茶，因为这是茶嘛对吧？咱这个茶是用这个南投的茶。乌龙茶。这个茶哈，要甲这个梅子结合哈，这个茶味就爱另外做。哦。即摆另外做的，才过来 QQ 的，啊酸甜。这乌龙茶味真高。茶来啊，小茶来，小茶来啊，然后啉茶，会味鲜啊，爱讲一寡故事。爱讲故事，哎呀，咱就开始来讲故事。哦，谢谢。为什么爱伫咧园林较好哟？迄个时机拄啊，阿公咧做文创店，当其时遐嘛是足侪罐头工厂的。哦。所以就是所有的水果的处理集散地拢伫园林。是，阿嬷当初是要落去做的时阵，敢有真侪人赞成，还是阿公嘛讲好啦，我来找看卖啊。因为当其时阿公是拢咧无用文创店的代志。阿嬷家己一人烦恼。阿嬷家己一个人就。点点啊做啦，点点啊做，点点啊送人食。咱家庭企业开始。哦，我会记得迄个画面就是阿嬷拢叶花团伫遐叶，梨啊伫内底，伫遐煮，伫遐熬煮。迄个熬煮出来就最成这个气味啦。我都有食过，非常的赞啦。非常。迄当初就是用这种的技术。这个开始的，迄是阮的故事。当然是别人有别人的故事，但是阮的故事无共，阮的故事是为家啦。但是吼，你要看你做遮侪项的，遐个100几项。这就是讲你一间就遮济啊，其他别间嘛是有真侪无共的这个机会。即摆竞争者遮尔多，恁有啥物？感觉也是什么危机感，还是啥？有这款感觉无？竞争者多，就是咱来挑战。要哪挑战？创新。来去永续。要哪甲阿公的精神、爸爸的精神，甲永续落来。是。好，这是咱的精神嘛。好，这是过来，你爱创新嘛。你看我们这个汉方化合理。好，这也是创新的一种。这是创新的一种哈。咱甲咱这个甘草甲入味，这梨啊呢是用这个咱大湖的红肉梨落去做的。恁这种想的时阵是爱想偌济，伊才改良成功。超过1年。到底咱这个甘草的味是爱用伫梅啊呢，是爱用伫芒果咧，还是用伫这个甜的呢？你来去试。
啊比例在调整安尼。嘿啊，所以这咱就是你挑战啊。有，这是一种挑战。你有想过讲，你要食啥物味啊？甲因建议无？有啊，会甲因讲啊，就咱有一个是芭乐有无？咱看这芭乐，咱做百香果的味道，生甜。所以讲你要做这水果的味啦，食看卖啊，水果的。我们都有双果味的果汁有无？安尼百香芭乐跟下海啊。看伊表情就知影。成功，新加坡人拢西北海的啦。西北。有影，有够好食。好食哦。你敢知这用到几个地区的物件？嘿。咱社头的芭乐。社头芭乐。咱埔里的这个四季果。四季果，嘿。啊，两种落去来。我想这物件其实。啊，所以讲你爱创新。哦，够好食，有够好食嘛。是啊。哎，这个面捌食过哦。慢走了一摆。豪哥，阮回来啊！哦，天光做甲天暗呢。哦，歹势你安尼，搁互你无闲甲补几工呢？袂啦。哦，这位这阮张妈，张妈会来遮斗3工哦。系啊。哟，哇！产季才来的啦。张啊，你是嫁查某囝，事煞连家己嘛嫁过了，对啦。350啊，迅速来啊！啊，张嘛是住遮吗？台中南投咯。哦，南投哦，安尼嘛住南投。我来学一下包装，安怎包安尼？你嘛强要包到变普罗的，安尼活动。哦，拢差不多100左右安尼。你家己讲，学你看。系啊，啊，就包4包。啊，你这包装嘛足奇怪呢。安怎奇怪？本来以前人喺做葡萄有无，拢就用壳啊，放入去细细角角，啊，你怎会拢做这种？为着咱包起来啊，运输甲袂受损。安尼较袂受损。做这款的改良，恁爸爸敢有同意？以前无同意的啊。啊是什么人想出来方法啊？这阮太太想的。这宅配的话，你不把它包好的话，到客户那边是一粒过来。爸爸要安怎？黏嘛。反对要安怎？恁看，敢若讲这箱仔是毋是加做质感？对啊。嘿啊，啊当时爸爸因为阮那个箱仔甲改安尼，爸爸感觉讲，哦，啊你这箱仔面顶也无啥物葡萄，人哪会知影你咧卖葡萄？哦。嘿。爸爸无同意。感觉讲，啊一家包装箱仔，就凊彩箱仔落的就好啊。啊一家包装箱仔是安要开遮济钱，啊当时就抗争啊。啊后来就消费者讲，哇，恁咧互我赶去送咧做面子的，哦，爸爸就足欢喜的，拢去甲农民讲好，你看阮。阮后生新妇设计，消费者拢学落甲安尼。啊，算唔知袂记讲是反对。嘿啊，我本是反对。哦，安尼嘛，安尼，敢若尾下迄个，恁爸爸就拢同意，讲你做啥物款的改革。嘿，对。啊妈妈咧，妈妈有啥物态度？妈妈就拢讲少年的想要变的，就好去变啦。哦，我叫妈妈来甲爸爸讲一下啦。你在边仔甲我指导一下安尼。靠，讲倒是头伫内底，倒是头伫外口。水的迄面向面顶。水的迄面向面顶。我讲，嘿，两边拢做水。安尼就在你落。嘿啊。安尼像咧冷裤安尼有无冷的？啊，毋知切个。啊，头碗头面地这两角，啊，爱安尼。对，较暗的，用较暗的，像咧穿裤安尼，你知无？安尼，安尼哦。哎呦，啊你脚太油遐长，你会知影叫我玫瑰，都要看袂落去。啊，洪哥你莫甲来看，啊遮好。哦，这爱记落。哦，这是安尼放的哟。方用。顺势。安尼。你放安尼？放安尼？应该是放安尼嘛，对无？有啦。安尼较会我。这只嘛好啊，动作紧，是讲安尼这箱放安尼就好。我新手上路，请多包涵呢。来看一下，来斗3工一个。上无是爱来斗卖。啊，安尼啦。对啦，甲你哟，差过。啊哈哈，了解。
因为头前咧学习的时阵吼，爱先看啊做，爱有这经验了才会使。再加速。啊，袂使赶紧。虽然讲恁这要赶要出货，但是我无要插你。这头马仔就要出来哦，连面火车的，人南面就来啊。南面就来啊。啊，这是出到倒？出到台北还是出到倒位？拢有吼。借过，借过。这包碎包，这包我不多。清爽的早晨。搞早，哎，搞早，哥哥，哦，搞早，早安，搞早，哇，早起就开始咧包啊。这届来恁遮，感谢恁的。甲阮交代，照顾，感谢。啊，来佚佗。好，一定。安尼，阮要送恁一个小小的礼物安尼。哦，盘手，你小等下。来，阮若搁送你葡萄就遮奇怪。你若咧种葡萄，我送你葡萄。我送你。来，阮昨去买，吼，啊，这阮去。一点仔心意。啊，真乃，真乃，到阮兜的狗仔乃会足性的。嘿吼，啊，这都拢恁兜的狗啊。你跑开看卖啊。哦，葡萄，这好可爱哦。你看，水来。啊，好可爱哦。有够水无？啊，你知影？这不是吊饰呢。这不是啊，这是互因耍的啦。多啦，多啦。这是要互因加的啦，要互因加啦。嘿啦，要互因加啦。水煎爱互因加一下。安尼，我嘛送你一下恁辛苦整理包的葡萄，因做那个葡萄。你包的葡萄。我包。韭菜。自作就对啦。安尼哦。我甲你食遐济，我安尼我小小的礼物，小小的。安那好意思啊？哇，多谢呢。这看韭菜盒子哟。有，我韭菜盒子有，我看咩？这后边你加强版。我这加强版的啦。哦，谢谢。感谢。哎呀，老云来台北佚佗啦。好。有闲来台北佚佗啦。感谢你。我来带你来看101啦。好啦。哦，迄足悬的呢，你捌去过无？我捌看，我捌去的。你捌去过？有。再来啦，好不好？你刚才来台北佚佗。小酒大家做伙来啦。哦，谢谢。OK。拖过，嘿，安尼 OK，来，哦，来，好，安尼继续来摄影区 ，OK 哦，好，谢谢，感谢，哟呼，拜拜，Thank you，哇，满的感动，哈，满感动啊，阮送因葡萄，一个送阮葡萄，拜拜。起你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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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种葡萄的邻家，迄巴拉好嘛？咱吼一届出来老兄弟安尼出来佚佗。哦，我唔知原来你是咧过这款的生活呢。袂歹吼，足好诶，土归台湾啦。真正，啊你搁熟悉足侪人。对啊。你熟悉我看几千个啊。哦。差不多四过，嘿啊，这款生活 OK 啦。嘿，但是我是感觉你的年纪吼，会做安尼，我真感动。真感动吗？这嘛爱体力呢。爱体力。哎呦。